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，37节到45节，创世纪22章第1节到19节，以弗所书11章第1节到第3节，13节到1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更较水的故乡。有真侪人关心牧师，问讲退休了后要住伫倒位？是要转去美国，还是要踮伫台湾？其实这是一歹回答的问题啦吼。住伫台湾当然真好，因为我出世伫台湾。是我所新熟悉的故乡，什么物件拢真方便，亲友也拢伫台湾。但是留伫台湾，一方面我阁是即种无壳的努力要去倒位是会通来徛起。转去美国当然有好处啦吼。但是嘛，爱有一寡物件需要去解决，还是讲无方便的所在。其实去倒位拢好，去倒位嘛拢有困难，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对伫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将来要去到伫倒位徛起。并无需要想过去烦恼啦吼。重要的是爱去思考将末的时阵，咱要去倒位，这才是值得咱去关心、去思考的代志。当然，这嘛会影响咱伫人生的中间所行所做的。亚伯拉罕为着上帝应允要求，伊用尽伊的心力来代替上帝，想要来完成应允。但是上落尾，上帝亲自的赏赐予伊所应允的囝以撒。咱讲这个亚伯拉罕是为蛇甲鸡脚啦吼，也是讲家母一人吼，也是讲这个无代志找代志做啦吼。其实就是拢自找麻烦啦。迄世一大人吼，无再讲，这拢毋是上帝旨意，甲上帝的法则。后来当以撒渐渐大汉了后，有一天上帝爱亚伯拉罕将家己的独生囝以撒献祭互伊。这就是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22章第1节到19节所记载的。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就是标题。这个代志了后，上帝考验亚伯拉罕，叫伊讲：亚伯拉罕，伊就应讲：我伫这。上帝讲：你去带你独一的囝，你所听的以撒。去摩利亚的地区，伫我要指示你的一座山，将伊献做受化祭。隔日透早，亚伯拉罕就甲利亚、伯安带2个仆人甲伊的囝以撒，甲受化祭要用的茶破好势，出发去上帝指示伊的所在。到第3日，亚伯拉罕仰头看到这远远的迄个所在，亚伯拉罕对伊的仆人讲：“你甲利亚踮伫遮听候，我甲我的囝要去遐来敬拜。”后来当来恁遮，亚伯拉罕将烧化祭的茶甲伊的囝以撒。叫伊的囝以撒来派，家己手提刀甲火种，然后2个人就做伙去。以撒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讲：“阿爸，伊讲我的囝，我伫遮，
实讲火种甲茶咱拢有，毋过献烧化祭的羊仔伫佗位？阿伯拉罕讲我的囝，上帝会家己准备烧化祭的羊仔，两个人就搁做伙行。因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，阿伯拉罕伫遐来起坛，将茶摆咧伫祭坛顶悬。伊甲伊的囝以撒伯咧，下伫祭坛遐的茶的顶面。阿伯拉罕就甲倒举起来，要抬伊的囝。上帝使者对天顶叫伊讲：阿伯拉罕，阿伯拉罕。伊应讲我伫遮。使者就讲毋通下手，毋通伤害这个囡仔。但我知你敬畏上帝，袂将你独一的囝留地，毋互我。阿伯拉罕抬头看到后面有一只羊，夹甜伫规抱的树啊，阿伯拉罕就去甲迄只羊仔掠来，代替伊的囝做烧化祭。阿伯拉罕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上主以勒。到今仔日，要得讲，伫上主的山伊会看顾。上主的使者第二遍对天顶叫阿伯拉罕讲：上主讲你已经做这个代志，我无留你独一个囝毋互我，所以我立誓，我一定要加倍来赐福你，互你的子孙人也加添真多，亲像天边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的后代要占领对得的城，地上万国要对你的后代得到福气，因为你听从我的话。阿伯拉罕倒来伊的仆人遐，因就做伙出发去别是巴。阿伯拉罕就住伫别是巴。咱看见真加在阿伯拉罕并无有来惨掉的拒绝上帝。反倒当真干脆真乐意来奉献，因为上帝欢喜，上帝欢喜阿伯拉罕的态度，并且应允大大要赐福予伊。这时一刻的阿伯拉罕无搁再追求家己的世界，家己的想法，用家己的方法，伊所追求的是上帝的家啦。像保罗伫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第3节讲到着信心，伊讲信是对所毋望的代志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，对信咱知有就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，安尼会看到是对伫未看到的来做的。这个信心就亲像阿伯拉罕同款啦虽然100岁才生独生的囝，但是却愿意照上帝的旨意来将以撒奉献予上帝。另外，保罗伫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到19节的经文，进一步提到着更较水的故乡，就是基督徒应该爱注目观看的代志。圣经讲，这个拢是到伫死一直有信心的人，因无得到上帝甲因应允的，毋过对这个看见就欢喜，承认家己不过是地上的出外人，是寄卡的。这个话讲，这个话的人表示因是在找一个家乡，若是在怀念离开的所在，也有机会通倒去。不过现在因在羡慕的是天顶迄个更较好的所在，所以上帝无因为因称伊做上帝的感觉见笑，伊甚至已经为着因准备一个城。对神阿伯拉罕受考验的时，献以撒做祭物，
就是承受应允的亚伯拉罕欢喜献伊的孤囝。上帝有对伊讲，对以撒生的才通算做你的子孙。亚伯拉罕想讲，上帝会当互以撒对死人中搁活，所以通譬如讲以撒是死搁倒来。保罗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就是伊已经知影，并且期待迄个更较水的故乡。这才是咱基督徒所爱去思考、去追求的代志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、37节到45节。上帝引带伊的子民，认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而乐，谈论伊一切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，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是追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新约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伊是上主咱的上帝，伊的审判普及全地，伊会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，伊的应允直到万代，伊会记得甲亚伯拉罕立的约，对以撒所立的誓，伊将这个互雅各做规例，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。伊讲，我要将迦南赐福互你，做你应得的产业。37节到45节，伊带因出来，带银带金，伊的支族中间无一个软弱。因出来时，埃及人大欢喜，因为埃及人真惊因。伊用魂甲因惹，米是用火甲因照。因一个球，伊就互因烟吞飞来。佮用天的食物互因饱足，伊拍开石盘，水就冲出来，正做河流流过旷野，因为伊会记得伊神的应允，会记得伊仆人亚伯拉罕的，伊带伊的子民欢欢喜喜出来，带伊竞选的子民唱歌欢喜的歌来前行。伊将列国的土地属互因，佮互因承接别个民族劳苦得到的财富，通互因遵谈伊的规例，遵守伊的律法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通将阮的眼目来对焦正确，无求家己的想法、需求、作为，乃是为全心全意来追求属天的祝福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